曼聯本輪一旦輸俾新特蘭，阿摩連可能落課。候選名單包括修夫基。自舊年11月接替滕哈格以嚟，阿摩連尚未喺英超取得連勝，33輪聯賽僅獲34分，目前6輪聯賽後積7分，與上賽季同期嘅滕哈格持平。曼聯換帥候選名單：修夫基執教英格蘭任內，率隊獲2018年世界盃第4名，2020年歐洲盃亞軍，2024年歐洲盃帶隊闖入決賽後辭職，累計執教102場。迪沙比帶領白禮頓歷史上首次獲得歐戰資格，歐聯盃小組賽第1名身份出線，現執教法甲馬賽，率領馬賽1-0擊敗巴黎聖日耳門，打破連續14年法甲主場不勝巴黎嘅魔咒。加斯拿現任水晶宮主帥，上賽季帶領球隊獲得隊史第1座冠軍英格蘭足總盃，本賽季帶領球隊喺社區盾盃擊敗利物浦。伊拉奧拿現任班尼茅夫主帥，伊拉奧拿成為班尼茅夫隊史首位能執教球隊連續獲取11場英超不敗嘅主帥。